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呢個 channel。植物固醇係植物界嘅膽固醇，聲稱可以降膽固醇嘅植物提取物，聽起嚟好似好健康咁，可以降膽固醇同埋從植物嚟嘅，但係其實又係一隻披住羊皮嘅狼嚟嘅，係冇你諗到咁單純。降膽固醇已經成為全球嘅熱潮。要降血清膽固醇嘅話最賺錢係他汀類藥物 statins。淨係喺2022年全球嘅 statins 嘅藥物市場規模係147億美金。降膽固醇市場係一個好大塊嘅蛋糕喎。如果可以食到一細部分就可以賺錢㗎啦。所以就有植物固醇啦。喺1997年植物固醇成功喺歐洲推出，甚至添加喺人造黃油入邊。喺2022年嘅全球植物固醇嘅市場規模為9.5億美金。好，我哋而家嚟睇下植物固醇究竟係乜嘢。佢哋係一種喺所有植物中發現嘅類似膽固醇嘅分子，最高濃度係喺未精製嘅植物油或者堅果油入邊。最初被介紹為有可能降膽固醇嘅選擇。當植物固醇食入體內入邊佢會同人體所產生嘅膽固醇競爭，喺一定程度上仲可以代替人體嘅膽固醇。所以植物固醇係已經被證明咗可以降低體內嘅膽固醇。咁聽起嚟好似好唔錯啱嘛？但係故事情節喺呢度變得更迷茫啦。目前有好多論文淨係調查植物固醇有唔有效降低膽固醇。如果有嘅話就去直接拎去話可以降低心血管風險等等，然後就推俾大家食啦。呢個係一種好常見嘅假設啦，同他汀類藥物一樣嘅想法。降低咗膽固醇唔代表真係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我喺呢個影片已經解釋過啦。膽固醇水平正常嘅人，無論有用藥物控制或者冇食藥，心臟病嘅發作嘅機率同高膽固醇嘅人係一樣嘅。咁呢份論文收集咗好多其他研究提出嘅植物固醇的確有效去降低膽固醇。目前冇證據顯示植物固醇可以減少心血管疾病，但係有證據顯示植物固醇水平升高與心血管風險增加係有關嘅。喺2000年呢份報告研究咗植物固醇對停經後嘅婦女患上冠狀動脈疾病之間嘅關聯。佢哋所得出嘅結果係，當血清入邊嘅植物固醇對膽固醇嘅比例比較高嘅時候呢啲婦女們嘅冠狀動脈疾病風險增加。呢兩份論文都發現到植物固醇可能係冠心病嘅其中一個因素。喺2010年嘅報告研究咗1257名參與者，佢哋發現到當身體吸收好多植物固醇之後，會令到身體自己產生更少嘅膽固醇，咁就令到身體嘅膽固醇下降啦。但係呢一個唔係一件好事喎，因為少咗身體嘅膽固醇，全因死亡率增加。所以膽固醇唔係越低越好啊，甚至好多人所認為嘅壞 LDL 膽固醇，但係其實對身體係非常重要。LDL 高會增加死亡率，但係冇人提過 LDL 低亦都會增加死亡率。LDL 只係其中一個風險因素，LDL 高未必係一個問題，但係往往好多人淨係睇 LDL 嘅指數。就算已經有好多證據去顯示植物固醇可能唔係我哋所諗到咁安全，但係追求利潤嘅人只係會理植物固醇可以降膽固醇水平呢一點，而呢一樣就正正符合市場嘅需求啦。呢一個就係點解我哋到今日仲係一直見到呢啲產品。首先佢哋一定會講可降膽固醇，然後可能再講一講植物固醇係從植物中提取嘅，因為好多人嘅概念係植物提取嘅係比較健康，比較天然，就會比較好啲。而另一種手法就係話要得到足夠嘅植物固醇就需要食425個番茄、150個蘋果等，咁不如直接飲一罐呢一個就可以啦。而呢個產品就話淨係食1湯匙可以降10% 嘅膽固醇，食3碗麥片、食30粒杏仁都比唔上去喎。咁呢啲產品就算加咗幾多嘅甜味劑、幾多個防腐劑，同埋用非常精製嘅植物種子油都好，呢啲全部冇問題嘅，因為商家知道一貼上可降膽固醇呢一個銷售口號就變得好好賣啦。所以我覺得呢啲產品只會越嚟越多。植物固醇一直都係植物中自然存在，如果你喺天然食物中食到係完全冇問題嘅。如果我一日食100克橄欖油，我所攝取嘅植物固醇淨係大約0.3克，係遠遠低於所建議嘅每日食2克植物固醇。但係當你食呢啲從植物提取嘅植物固醇你有2個問題啦。第一，濃度太高啦；第二，呢啲植物固醇同其他應該要一齊存在嘅營養素係完全分開
開咗。所以將呢啲植物固醇添加到食物中咧，唔單止係冇必要，而長遠嚟睇咧，對心臟係弊大於利。我哋唔好再沉迷以降膽固醇作為最終目標。膽固醇唔係我哋話減就減嘅，降得越低越好。身體係需要膽固醇嘅。膽固醇嘅主要功能梗係唔係嚟塞我哋血管啦。如果冇膽固醇，我哋早都死咗啦。我已經整咗一個膽固醇嘅 video playlist， 破解咗好多膽固醇嘅迷思，連結喺下邊，我相信可以令到你對膽固醇改觀。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啦，拜拜。